西耶！原来這裡呀，全部都是飯桶，全部都是笨蛋，有這麼難嗎？科長早。頂級床組特價23000，你們把它打成2300，活生生少一個零。你们讓楼管怎麼去向廠商交代啊？差價你們補嗎？做美工可以做到這種錯誤，我真的搞不懂你們腦袋裝的是什麼東西耶！犯錯科讓你們過太爽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不是樓管跑來跟我說，我真的不曉得你們什麼時候才会發現 DM 出這種錯誤。我之前在樓管的時候，我就不懂，我們每天這樣拼死拼活拼銷售，老是有人在那裡給我們扯後腿。我來到犯錯課，我終於懂了，原來這裡呀，全部都是飯桶，全部都是笨蛋。周年慶，在我們公司全年業績的營業額幾乎是1/4，讓你們好好的辦活動，應考 DM， 好好的增加即考率，有這麼難嗎？科長早，不好意思，我早上去拜訪廠商，所以遲到了。都几點了，還吃早餐呢？我都不曉得你是去摸魚，還是摸魚呢？上班時間給你們自由，你們就方便當隨便了，是不是？讓你們有責任感一點，你們就通通都沒有紀律了，是不是？科長，對不起。好，现在告訴我，23000印成2300，這個 DM 該怎麼辦？該怎麼處理？